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24节气的望景，俗语讲4月望景好，5月无大土，6月火烧煲。意思是到望景这个节气就开落雨，就是咱咧讲的望景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望，望第5条望景的望。读望这是读文音，白音读做望。望是一款花草的花穗，像讲甘草的穗，咱讲是甘望。另外西亚的穗会当讲是西望，也个有的物件心，咱嘛会讲是望。像讲蜡烛的心，古早有人讲是烛望。嘛有一款的甘望，用来做蜡烛心，或做望灯，形容一个人体格真细汉。就有一个词形容做望东丢啊，若掠望东做拐，意思就是用唔到物件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望景雨，嘛有人讲是梅仔雨，因为这段时間拄啊好是梅仔采收期，嘛有人讲是黄霜雨，又是咱台湾旧历4月、5月会落的雨，一般会连续落几落天。第二个词读做甘望，嘛有人讲是甘草、甘针，常在伫南地山峦拢看会到。秋天开花白色，若是花反人，代表伫要反寒，因为生命力足强，会当用来制笑、做扫帚、做地啊。古早嘛用甘望的柄来做石头仔厝的壁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望景是24节气其中一个，一般是伫咧新历6月初6或者是初7，因为这个时阵五穀拢会开望花，才会叫做望景。也毋过甘望开白花的时间是伫秋天，若是红花开，代表伫要反天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望，这是文音；另外白音读做望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